凝结完了，写了什么写句凝结完了，嘴巴了，听着嘴巴了，我的什么记。呀，开始。你接我了，你接我了，这个是被写的嘴巴了，你接我了，我的是被写的嘴哪有？我了这个是个大西，啪啪啦啪啪啦啪啪啪，你接不啦，你接不啦，接了这个得打打上了，你接不啦，你接完了，你接了，接了这个给你接了，接完了，接完了，你的这个给你接了，你接了，你接了，这段什么是对你接了，接完了，只能接完了。这段什么是对你接了，接完了，只能接完了。我了几个三八小了。你接我了，你接我了，我的什么记有了，就对对对。你接我了，你接我了，现在么确定你接我了，我的对完了，完了，我的先把起来说。你接完了，你接完了，现在是你。zipa la, olo senese. Ni jibala, hama piti sadi silsili. Ni jibala,